疫情遮严重，那呢会考要安怎？明仔载高中会考就要开始啊！不过新北市邦桥某一间高中，讲有一个国三学生出现相关的镜头去就医，目前是疑似确诊的高风险的个案。所以，以指挥中心的公布为主，不过校方已经将2个班级54人预防性停课，只是明仔载就要会考啊！一旦若确诊，伊甲其他隔离的同学就延到5月7日、5月29到30去考试。啊，再起呢，校方嘛请其他在校的学生通知家长，真正有顾虑，会使先转去。透早有一个家长赶紧要将囡仔接转去。即马学校已经我有得到啊，讲因要下课，叫我大家接转。真是安尼做较好吼。当然是安做较好咯，安全平安上重要。对。阿公赶紧骑机车来接查某孙，透早9点外，册包啊排咧，便当袋啊关的，到时椅仔拢还未坐好烧，就已经赶紧要对爸爸妈妈转去厝内。新北市邦桥有一间高中传出有一位高中3年的学生，敢若是确诊的高风险个案。目前当咧病院，校方先将2个班54个人进行预防性的停课。透早嘛和学生讲，若是烦恼，会使先转去厝内。我今天去请那个疫情假，3年级。拜六就要考试啊，会惊吓，讲会影响哦，也变3年啊。还好吧，拄着啊无。未啦，安全啦，必定嘛我都也毋是讲咱爱啊。敢若确诊的学生是拜三暗时身体无爽快去互医生看，校方除了先进行预防性的停课，呼吁高中3年的学生下晡先莫看考场，专后进行大消毒。不过，这个拜六就要会考，刷落来要安怎？是一些危机应变的部分，那学校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。影响到考生的会考，我们会在5月29号、30号来补考。若是真正确诊的学生和其他隔离的同学，拢延到5月29、30号考试，用第2种版本的考卷来考试，用外加名额录取。就算明仔载会考无法度参加，应该互因的公平嘛，绝对拢摕会到。